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现在不叫胡适，叫特朗普式。清明节马上就到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胡适小散欲断魂。今天胡适小散又挨了一个叫黑色星期五，一切责任在特朗普，这个就不说了。三大指数高开低走，沪指再度跌破3900点关口。截至收盘，沪指跌了 1%， 深圳指跌 0.99%， 创业板指数跌 0.73%， 全天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像样的反弹。最主要的是缩量，沪深两市只有 1.6万亿，比昨天少了将近2000亿，缩量缩得很厉害。如果说连续3个交易日成交量在 1.5万亿以下，我就认为它就结束了，就是什么指数牛市都结束了，成交非常清淡。但是现在成交冷淡清淡也能理解，因为散户已经被特朗普搞疯了，叫欲断魂，买也不对，卖也不对，对吧？你要今天加仓，今天下跌了，你要加仓，你也不知道周末特朗普要整什么幺蛾子。你说你今天减仓吧，昨天涨了一下什么的，你减仓好，说不定他今天要暴涨。特朗普是吗？最主要的是特朗普明天要讲什么，不要说胡一金老师了，也不要说媒体。就连特朗普本人也不知道，就是他明天要讲什么。他面对记者，他是随口来，那你说你怎么猜？你怎么去分析？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日韩股市它没跌，不知道我是不是看错了。日经225好像还涨了1点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是涨了2点几。那真印证了胡一金老师的话，咱们胡适走出了独立行情。虽然都是受特朗普影响，但是我们又不一样。别人涨我们就跌，别人跌我们就大跌，别人大涨我们就小涨，也是独立行情，但是它也是受特朗普影响。至于什么板块涨什么板块跌，那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总之都很弱。今天是716家上涨，4746家下跌，也就是这个金融消费者都在为清明节花钱，而且小散户拿的这些票我估计是跌得比较狠的，跌幅超过 5% 的股票有500-600家。全天 A 股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被情绪所带着走，盘中根本没有像样的资金出来，对 A 股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这个散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该恐慌呢，还是该夺门而逃，还是该加仓？不知道，被特朗普折腾成神经病了。北京商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评论，说游资战法失灵是资本市场一种进化。他是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应该是前几天很多游资不是发那个文章向量化基金投降，缴械投降是吧？咱们也介绍过，干不过量化。这个北京商报他评论，他说近期一则游资大佬集体投降的消息在资本市场引发热议。曾几何时，那些凭借盘感纵横市场的游资大鳄，如今却频频失守，节节败退，游资战法失灵。表面看是技术流败给了算法流，实则是资本市场的一种进化。游资依靠的是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以及交易经验，善于利用市场情绪套利，本质是一种极致的投机。一有新概念出炉，游资便蜂拥而上，但他们盯上的从来不是新概念对应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只是短期市场情绪下的套利空间。在游资的生存法则里，公司的基本面并不重要，他们只在乎拉高之后能否获利，全身而退。游资助长了 A 股市场的投机风气，误导了一批投资者，让其误以为可以通过单纯的投机在资本市场获得暴利。部分投资者甚至彻底抛弃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转而去研究龙头战法、首板战法、跌停板战法等纯技术派，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说实话，北京商报这个评论还是比较中肯的。那些所谓的私募游资那些大佬，我认为他们和量化是一样的，他是不看基本面的，他也不是投这个公司未来什么前景，我长线投资，他都是交易机会，都一样，没什么区别。无非你这个游资你去败给了 AI， 对不对？败给了这个服务器，那是活该。这两种就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量化比游资比你的那些，你是靠人脑子在那儿，人家是靠 AI 靠算法。
思想是完全一样的，都是靠交易赚钱。那你被人家打败了，你被淘汰是活该，是应该的，没什么毛病，你不应该这种哭爹喊娘。这是第二个，从某种角度上说，游资这种操作比量化危害程度更大。这个量化看似冷血，它是靠程序在交易，但是量化很少说我制造一个什么概念，我去拉高吸引那些小散户来跟风，很少，没有，我也没听说过。但是这游资它是靠什么？它是靠骗，它要通过拉高出货，这货要出给谁？这货是要出给那些跟风的小散户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游资大佬，他们赚的钱那就是小散户的，割的就是小散户，也骗你去接盘，讲故事，炒作，什么龙虎榜，什么哪条路哪个营业部龙虎榜，你说这种游资大佬和这个量化，他们之间还有谁高谁低是吗？所以谁把谁干掉都是活该。游资大佬败给这些量化，那是更活该，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游资大佬更是充满了欺诈。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又说话了，又是在攻击量化交易，说量化交易乱象难解决一大堆的。我倒是觉得量化交易没毛病，他也不违法，而且人家还不炒作，人家没有什么炒什么概念，人家只是根据交易来决定。你这些散户喜欢交易，那活该。如果你真的是个长线投资者，你看好这只股票，你买了之后拿个3年5年的，你管它量化怎么操作，关我屁事。所以说量化拿量化说事的都是那些交易，实际上就是一些赌徒，像低买高卖，恨不得一天操作4回。所以你看，他也提出量什么 T+0。不过刘继鹏他说给26年股民的建议，这个视频大家自己去看，我就不放了。他这个视频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胡适的种种乱象。我在上一期节目也说过了，什么比如说那3000点的时候，央行给了上万亿的资金给这个上市公司补仓，特殊什么股票半价向员工向高管增发，半价增发，你那个股票10块钱，那高管和员工是5块钱，拿完这个禁售期一过，他就一样的卖，价格是一样的。你这种就是典型的抽血啊。还有什么做假账、欺诈上市，这刘继鹏都说了。刘继鹏我感觉他的观点略有变化了。什么变化？他的意思是也跟我一样了，等这些都治好了，那还是值得进来的。就等这个市场，等这些毛病都治好了，年轻人还是值得到股市来投资的。那问题是他现在治不好，那欺诈上市的，那财务造假的抓不完，越抓越多，操纵股价的，本来它就是个零和博弈的，是零和市场。它那个股市那上市公司赚钱也不多，那零和博弈里面，完了国家队要赚钱，社保基金要赚钱，和那谁出钱？大股东还把钱抽走，抽血对不对？上市公司还增发还抽走钱，印花税这个是要抽走的，就固定的从这池子里把钱要抽走，完了之后又这个池子的钱它也不能自己生长多出来钱，全靠散户往里金融消费者往里扔钱。那你说最后谁出钱？算大账就这么个账，就是金融消费者把存款银行的钱拿出来往里放，以为自己往里放1万能回来2万，结果放了1万回来了几百块，就这么个结局。因为有那么多人要从里面拿钱。一个好的市场，你比如说英伟达，你比如苹果，它一年要挣多少钱？它给美股带来多少收益？咱们真的是没有这样的钱，咱们银行分的多一点，但是银行那个钱分的都害怕。一说到上市公司分钱，你说美国它是日益没落的资本市场，人家分钱没事，但是咱们这一分钱又出事。为啥？你看恒大就是分钱，叫防不胜防。恒大这个许老板通过分红，对不对？分走了600亿还是800亿啊？就这么多年分红吗？他是大股东吗？结果给全社会留下一个2万亿的大烂摊子，问你喜不喜欢呢？所以说他这个监管就像个大漏勺，你这儿那儿补上，这儿出个大洞。所以说对这些人是防不胜防。我觉得作为证券专家，刘继鹏应该提醒年轻人不要参与这个市场，这市场不是你玩的，你靠8小时靠身体换来的那点工资，老老实实存着吧。你非要把你8小时挣的那点血汗钱变成别人买上海豪宅的30万一平，一套2个亿的，你非要变成人家的红包，何苦？拦都拦不住。你劝了他骂你，他赚钱了，耽误他发财。但是他从来不想，胡适36年已经营业开业了36年，多少人参与，多少亿人参与，有几个人赚钱了？他非不信邪，他就认为自己特殊，
胡锡进老师也是其中之一，认为自己特殊，但是胡锡进老师也是被特朗普给逼疯了，已经开始神神叨叨了。我每天看特朗普的新闻，纯粹出于调侃，我很放松，因为他爱说啥说啥，不能直接影响我。但是胡锡进老师不一样，胡锡进老师真的研究特朗普说的话，因为特朗普就像一匹野马，脱缰的野马，而胡锡进老师正坐在这个马上面，这性质不一样啊。所以胡锡进老师总是想这个让这特朗普悬崖勒马。昨天他可是为胡适操碎了心。先呢，这个就是咱们昨天的胡适一收盘以后，胡锡进老师又把特朗普昨天不是9点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对全美，在那个讲话里面不是也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胡锡进老师这个就很紧张了。昨天胡适好像也跌了。到了下午，胡锡进老师连忙把特朗普的讲话也拿出来研究一遍。他自己说的，他微博这么说的，他说就是昨天中午，老胡把特朗普讲话仔仔细细看了。你看看，跟我们不一样，我是看乐子，我就是看特朗普又说了什么狠话，什么虎狼之词。但是胡锡进老师真研究完了之后，他说我整体感觉是特朗普在以宣扬胜利的夸张方式为自己接下来可能的逃跑做铺垫，说特朗普真能吹牛，而且有点瞎吹。重要的是，美国舆论容许总统这样讲话，他的讲话有些硬伤。如果在中国哪个网络大 V 那样讲话，非得被揪住遭一顿网暴不可。比如他把美国在伊朗战争中胜利放到人类战争史上吹嘘，称这样的胜利几乎没有人见过，从未有一个敌人遭受过如此清晰、如此毁灭性、如此大规模的损失。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赢得更大。怎么说？胡锡老师说特朗普这个话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特朗普不夸张啊，他哪儿夸张了？他确实说的修辞的有点问题，但是他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夸张，就是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赢得更大，没毛病。就说他说太夸张了吧，至少2战的胜利比眼下的胜利大得多吧？那看你怎么说，对不对？这玩意儿胡锡进老师搞宣传的，他又不容许特朗普宣传，没有个标准，就比2战来说，那特朗普说他赢得更大，没毛病。为什么呢？2战美国死了多少人啊？2战美国的夏威夷舰队是吧，也遭到重创，也算吧。硫磺岛什么，反正美军死伤也惨重，对不对？那你说这次打伊朗，人家就死13个人，怎么不叫赢得更大？也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标准，反正是特朗普他想怎么说，你胡锡进老师你有你的标准，你认为2战和美国赢得更大，那特朗普认为他伊朗这个战争他赢得更大。2战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还是意大利发动战争的那头子，哪个被活捉或者被击毙？没有吧？但是特朗普说，你看我一开战就把这些给送走了，现在还一个个的在送走，在点名，这难道不是胜利吗？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他老拿这个有色眼镜，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战争。他这个老观念就认为特朗普现在不是在打仗，你这不算打仗，你打仗就必须要派步兵过去，一个村一个村的争夺，一个战壕的去打，否则就是不讲武德。不说了，胡锡进老师看不看特朗普吹牛？胡锡进老师还停留在过去，拿过去的那一套战争标准、战争的模式、那种形式来套现在的战争，那他肯定会失败。就像这个迪宝老人一样，迪宝老人和那格拉西莫夫2个人，他也是胡锡进老师这种老思维，认为大战，你看红军城、库皮扬斯克多少次都被迪宝老人宣布已经占领了，但是你看现在2年过去了，还在那儿，双方还在打，因为战争形势变了，对不对？你老宣布占领有什么用？迪宝老人老是宣布包围了乌军1万人、8000人，到现在人呢？你包围了人家无人机8000个还差不多，问题无人机你也包围不了。实际上网上有很多人，很多谈判，还有一些装货，都是这种思路。不知道现代战争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些装货还有一些谈判认为美国输了，我也不知道美国在哪儿输了，输了炸弹是吗？输了导弹？特朗普已经做到了想打哪儿打哪儿，想炸哪儿炸哪儿，毫无禁忌，已经叫随心所欲，你还说他输了？除了美国，目前来说，你说谁还能做到？俄罗斯能做到吗？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制空权，它也是个问题，它已经很难说再能拿到制空权。苏34、苏35什么的轰炸机，你敢飞到乌克兰这个基辅去吗？这胡锡进老师又在给特朗普算日子，说特朗普说过了4到6周，你现在还有几周？特朗普说4到6周，他为什么就那么相信？特朗普的话不能信，用特朗普的话去反驳特朗普，和用特朗普的话去验证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都是徒劳，都是叫自取其辱。你看特朗普的所有的这个写的这个文章，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和他在记者面前讲的，或电视上讲的，你就把它当脱口秀来看就对了。最后胡锦老师就认为说，特朗普还是想跑路，在他慷慨激昂宣布美国胜利的言辞下面，埋藏了对多项之前战争目标的放弃，同时对打开海峡这件当前最艰难的事做了轻描淡写，要求其他国家牵头去完成它。特朗普显然想影响美国舆论，带节奏，让人们改变对这场战争打得既稀里糊涂又很糟糕的看法，顺着他的思路，发现美国史诗级的胜利。最后胡锡进老师不得不承认，他说伊朗也喜欢吹牛，但与特朗普相比，谁更能吹呢？仁者见仁吧。特朗普所谓的吹牛和伊朗的吹牛，这是完全两个概念，这胡锡进老师故意的混淆。伊朗那叫子虚乌有，伊朗那些吹牛可以叫许愿，而特朗普这个吹牛好歹有点影，他夸大，他是有一，把一夸大成100，或者看你怎么理解，他是有的。特朗普他为了掩盖模糊他的这个目标，人家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反正让你猜，这个跟伊朗就完全两码事。伊朗是子虚乌有，我是朝方向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至于打没打中，反正都打中了。 AI 做图，做出视频，出一个打击效果图。林肯号航母再一次被击退，美军的飞机打掉了多少架，美军死了好几百人，这个美军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开会，被他们一锅端，这感觉说的就是伊朗自己，人家移花接木接到美军头上也没毛病。所以说啊，伊朗不叫吹牛，伊朗那个叫虚构，特朗普这个叫吹牛，但是人家有吹牛的资本呢。问题在这儿，一个91轮打击，真实承诺4第91轮，美国反正到现在死13个人，有些国家什么和平年代军事演习，差不多也得死这么多人，有的地方稍微雨下大一点也得死这么多人。这美国、以色列、伊朗那是动刀动枪的，把飞机炸来炸去的，导弹、无人机飞来飞去的，才死13个美军。有的国家一天车祸死的都不止这么多。为什么说胡锡进老师神经了？他下面马上把特朗普的讲话仔细的研究了一遍，他主要是想看看这特朗普讲话对胡适、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反应。他马上又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就在半个多小时前，开盘大跌的美股突然翻红。你看看，他还关心美股，为什么呢？就特朗普讲的话呀，他理解的不一定对，他还看美国的资本市场怎么理解。如果美股涨，他就开心，你看是吧？局势缓和了，那明天咱们胡适也要涨。如果美股暴跌，完了，这特朗普对吧？话这个是个利空，明天胡适就悬了。昨天晚上他盯着美股，结果美股开盘是大跌的。你看胡锦老师心里是哇凉哇凉的。这本来美股大跌，胡锦老师应该是幸灾乐祸，对不对？美股崩盘那是对胡锦老师是最乐于见到的，对吧？没有什么比美股崩盘还能让胡锦老师开心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美股一崩，胡适也跟着崩，所以说崩到了胡锡进老师自己他就不愿意了，所以他就美股一跌他就很紧张，结果突然美股又翻红了，油价重新下跌。胡锡进老师这个你看心情像过山车一样的长吁了一口气，明天的胡适得救了。胡锡进老师说，他说原因是伊朗方面正式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正在起草一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协议，一下子扭转了市场情绪。也就是说，伊朗传递出有条件机制性通航的信息，伊朗方面挽救了特朗普对市场的沉重打击，周五的 A 股也有希望了。你看，还是胡锡进的老朋友帮了胡锡进，这胡锡进老师昨天晚上他就这么认为的，老朋友释放了利好消息。这个我现在反正想不通盘判们这个逻辑，还有一些装货的逻辑，反正我是不太理解，想不太明白。我也许正因为你想不明白，所以你才不是盘判。你要想明白了，你可能你也是。按理来说，比如胡锡进老师这种头部盘判，按他的逻辑是应该对美股要打击才对。你把美股打下来，特朗普才害怕。那到了具体到胡锡进老师自己身上，他为什么不愿意？是因为胡适连着美股，所以美股一暴跌，胡适也跌。那胡锡进老师自己大几十万在里面，那损失惨重，所以他就不愿意了。但是革命卫队那是一定是应该乐于见到美股暴跌的，也就是说，革命卫队是没有理由去帮着去拉美股。那这么分析，他没有理由
在美股暴跌的时候，他出了个利好，他说我跟阿曼我们准备搞一个机制，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人家特朗普自己从美股下手，把美股打下去。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推波助澜，也是落井下石的，对，美股崩了，特朗普压力大，特朗普撤军，让伊朗宣布胜利。结果你这个人家特朗普在往下打这个美股，你也跑去拉美股，所以这个我理解不了，胡锦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这是伊朗跑到专门去跟特朗普反着干，这让我想起那个咱们老举的例子，特朗普说屎不能吃，好，革命卫队说能吃，我吃给你看，还挺香的，不就这意思吗？特朗普你看好不容易把美股打下去了，对不对？按照胡锦老师说法，那是伊朗在美股正在交易的时候突然释放利好，美股翻红。周五就是今天的 A 股有希望了，所以说这你很难把这东西捋清楚，对不对？那这伊朗的革命卫队到底在干啥呀？到底是几个意思？美股一跌一涨啊，油价又跌了，油价一跌，你这不是逼特朗普退兵的吗？你把油价跌了，特朗普还退兵吗？不太好分析。所以说就盘们的脑子里面，你不能讲逻辑，讲逻辑你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装货。今天我看有个装货在馆子上评论说，如果你是伊朗人，几十年前先被英国人抢石油，推翻伊朗民选政府，扶植傀儡继续抢伊朗石油，现在女儿被美国人炸，房子被炸，没水没电，桥又被炸，还会这么兴高采烈的做川普小迷弟吗？如果还是这样，你的价值观才是真的稳。我为什么要骂这些盘嘛和装货呢？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特朗普的小迷弟，所以这些装货他给你扣帽子，我一回击他就受不了，就说你没素质，你这个破防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我回他盘盘，他也受不了。这个天天看我节目的知道，说我是特朗普的小迷弟，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回复他，就这种装货啊，盘盘。我就举了个例子，好像比如说他的高堂正在被神棍按在地上蹂躏的时候，特朗普这时候过来了，打神棍，什么原因打咱也不知道，总之反正人特朗普过来打神棍，这时候这个机灵鬼这个盘盘立马窜出来，一把揪住特朗普，说别动，你先别管神棍在干什么，咱们俩先说到，你以前是不是欺负过我？不就这么回事吗？他完全不顾他的高堂还正在神棍压在身下，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去你是不是欺负过我？咱们先把这说清楚，咱再论。这些装货无论他在哪里，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都是装货，都是盘盘。换个地方他还是盘盘，他不会因为换个地方他就不是盘盘。我一再声明强调，特朗普打这个毛拉，我是举双手赞成。我只觉得唯一遗憾的就是打得还不够狠，完全还可以再加大点力度。但是特朗普做的其他事情我是不支持的，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支持，也没少骂。所以说这一盘嘛，非黑即白，二极管还有个装货都是一样。所以说他去哪儿都是这种态度，这种状态，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你这样说特朗普好，那你就认可特朗普这个人，特朗普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是这种人。你要批评特朗普，那你就是特朗普的黑粉，特朗普说什么都是错的。咱们一直说叫就事论事，当然跟这些说这些盘盘他理解不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如果盘盘能理解这个，他就不是盘盘，他也没办法成为一个装货。咱们还得说胡锦老师昨天晚上研究完美股之后，他本来是老朋友伊朗出手相救，今天胡市稳了，是他自己说的，周五的 A 股有希望了。结果今天显然一个大耳光子来了，希望没了。今天的走势大家都知道了，这胡锦老师在早上胡市开盘之前又做功课啊，做什么功课？因为美股收盘了，他要看亚太股市开盘怎么样。如果亚太股市都在涨，那胡市也跟着后面涨，至少不会跌。如果亚太股市跌，那胡市就完了。所以说他要查亚太股市。所以胡锦发个微博，他说老胡刚刚了解日韩股市早盘情况。怎么了解呢？让国内一个顶级的 AI 帮我查，结果他告诉我日本股市今天休市，又问另一个 AI 说没有，日本股市今天早上涨了 1.7%。我回头又问之前那一个，他承认搞错了，真是不应该，国内顶流 AI 不该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给他留面子，不说是哪一家了，表面上看是胡锡进老师被 AI 骗了，顶流 AI 反正就那么几家呗。但实际上这个反映是胡锡进老师一个心态，你说他现在特别焦虑特朗普对股市的影响。特朗普一说完之后先看美股，美股完了之后早上还要看亚太股市，完了之后到咱们 A 股开盘，一个典型的散户的形象已经
是不是跃然纸上，是吧？这散户不都这样吗？这也恰恰说明胡锡进老师深受特朗普所害，被特朗普已经搞成神经病了。不过这一下胡锡进老师更麻烦了，因为居然日韩股市在涨，咱们还在跌，你说这怎么办？那以后没法参考了。另外一个也说明胡锡进老师这个矛盾的心态，他一边高喊着 A 股要走独立行情，一边也要看美股和日韩，为什么？还是不自信。既然走独立行情，你看人家干啥？他们爱涨不涨，爱跌不跌，反正我就看虎市。但他不是，他要看美股，看日本、韩国的。为什么？因为他打心眼里认为美股、日韩的跟虎市还是有联系的，走不了什么独立行情。这就是他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又希望走独立行情，一方面他心里认为走不了独立行情。你看今天走了个独立行情，胡锡进老师又是大失所望。人家涨了，咱跌了。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盘判，不知道有多少，这叫焦虑。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